呢度荃灣眾安街，荃灣街市。其實行下呢個荃灣眾安街咧，就知道香港嘅市道如何啦。想當年呢一度人來人往，通街都係人，但係到咗今時今日，千色會人都唔多。富華餐廳，荃灣係好奇怪嘅啲屋，新舊交替，新舊交替啊！呢一度點解以前都咁旺咧？就因為咧呢個商場咧係連接住千色店啊嗰邊嘅，交通方便，淨係行呢幾個商場都行你幾個鐘。但係今時今日你睇下，人流疏落。生意真係越嚟越難做。呢一座係以前叫做英皇中心，後期係改名咗，而家叫做好似叫做大鴻輝定大輝鴻中心。幫襯得最多嘅就係樓上嗰間常裕，佢係點心任食。點心加火鍋任食，或者點心加小菜任食。我記得點心加火鍋，我初食嗰陣時係120蚊一個人，係咁上下啦。而家好似接近200啦，係抵食嘅。不過隨住年紀嘅長大，個胃裝唔到咁多。幾抵食都冇用，而家最緊要價錢平，任食自助，冇本事啦。係啊，而家叫大鴻輝。呢條係眾安街。今時今日過馬路最緊要就係依照交通規則，喐下就罰2000，冇情講。呢一辣嘅啲樓比較舊，2、3層高。
前邊嗰啲咧，得舊式唐樓都係1、2、3、4、5、6層高。不過因為經常修葺，所以咧有幾colourful啊！呢個散貨場執笠，吉鋪。呢度有間鼎記冰室，海南雞飯58，午市套餐炒粉麵55。荃灣仲貴過深水埗旺角。深水埗最平一間，又好食又大碟，係35蚊。華姐小廚真係冇得頂。一品雞煲呢間咩啊？品麵館啊！街坊藥房，家品店，總有一間喺左近嘅機鋪，皇室甜品。呢段路都係啊！以前真係好多人嘅。蘭香茶餐廳，劉永茂參茸好多分店，紅磡都有。哇！啲冷氣機水，離遠已經聞到一陣涼茶味。原來係呢一間樂生元洋茶第3分店。行過對面係河背街，29蚊把遮。呢有間瑞興集團嘅麻雀館啊，幾大間喎，2個鋪位。佢沿途都好多遮，對面都係。呢度多雞蛋。
打橫嘅係川龍街。嗱，呢度人流明顯旺啊，最多人買菜。9蚊斤菜心，16蚊2斤。呢一忽咧先至似翻以前嘅荃灣。大把收入。依家係朗益啊，出名最平嘅。68蚊一份真係超值抵食。全部68蚊，全部68蚊，你話買嘅？做撚魚問你買唔買？你話買啦。前面呢間聯匯差唔多開嘅啦。呢條係新村街。點解我行新村街？因為我記得好似有2間嘢幾好食嘅。呢一辣都係3層高嘅樓。各有特色。哦，都有間清林。呢間好有歷史嘅家樂冰室，不過我睇過啦，又好似冇咩嘢啱食，冇乜炒粉麵嗰啲嘅，真係冰室。食件三文治啊、西多啊、奶茶嗰啲，我又唔係咁中意。佢話呢個就係聯匯啊。應該樓上未租晒嘅，未出租嘅。租晒之後開嘅時候咧，我諗都有另一番景象。東南亞食品，啲姐姐啱晒嚟呢度，食翻啲家鄉風味。
街坊藥房。雜貨鋪。啊！啲好多香料喎，一包包2蚊2蚊。呢個叫新興印尼土產商店。哦，原來呢座嘢有個好大嘅停車場。多年來我諗都係靠停車場撐住啲管理費。咁我哋喺呢度行翻出去，呢度有一紮壁畫。呢紮壁畫好似冇乜意思。講真咧，我都希望呢個聯會啊，快啲租得晒出去，又可以多個商場行下。佢呢個一間24健身。荃灣分店啊，8月隆重開幕啊！煲靚湯啊！呢度有牛大料。呢條係川龍街。裝修喎，幾靚。嗰啲係做咩嘅咧？打小機場話俾什麼都好。呢度啊38蚊盤，嗰日我大埔去睇冇佢咁靚嘅，就10蚊3盤。呢度幾方便啊，有出去東涌碼頭啊 ，E32A 啊，啲機場線。13蚊一樽啊！電子特賣成賣9蚊一樽嘅，
所以而家日日蒲邊有得做啊？但是馬尼不時用，不時想要收穫。仲要開喺隔離就係有蒲多多，多多嘅地牢啊，好大，風扇仔28蚊，擺喺床頭都唔錯嘅。歡迎光臨，嚟睇3豬咯，留香豬多你係好啦，唔覺又行咗荃灣一個細圈仔。今日條片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。